偏言无恐龙诶。偏言无恐龙啊！到空跳伞好冇？我呀，心脏病发作。哦，你看哦，这天壤哦，青好看有看过冇？跟女主角亲讲呢。乜个天壤？啊，都该最近上映该部啊，你冇看过呀？啊，你看嘛该？看你个相片。阿姨咧，他想要结婚会跳走。冇啦，跳走的啦。我讲，俺公老阿婆有冇结婚60年？很久哦。嘿，伊个拍一个钻石婚纱嘅纪念啊。唔过俺知道啊，以前俺有结婚的时节啦。啊，到底迄翕相啊，然后掠下那位所长啊。哦，人都唔知咧，俺有一只朋友啊，伊个专业的摄影师啊，然后打电话本地啊，然后你问问看吼，问一下吼，嘿，问一下吼，等来一下哈。好。喂，希言吼，你今晡有空冇？早啲过来老俺哋搞一下要买翕相冇？翕相啊有。系啊，婚纱拍摄啊，哦，你要来吼，哦，等你哦，要来哦，哦啊。好，反正大家来收看维基百科，我迄今仔日的出版先生啊，我名係迄黃喜恩，我係一個攝影師，哈，今仔基本要讓大家介紹當到關於婚紗攝影，還有婚禮攝影的一些技巧，好，那請大家仔細的聽我們今天的節目，要鎖定哦，不要轉台哦，好。那基本我哋現場就3個同學，好同學，我哋讓大家介紹7個名好冇？先生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莊家基。先生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馬彩優，今晡日我會好翕相哦。先生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陳冠。兩個問哦，你要講阿儂阿婆翕相嘛？錯啊，係60年係冇？係，當然得啦。正經嘅。該剛剛如講過講頭擺翕相儂厲害冇恐龍，你自己就觀察到有冇恐龍冇？先生係知道以前記到翕相嘅時節啦，當然係唔怕一下財勢唔是講，不過以前翕相嘅時節啊，冇像你下翕相嘅時節啊，人都會去請一隻激烈，以前可能請一隻景色就暗用翕啊，不過俺含迄當上嘅地就會從欣賞了嘅角度去看，到底以前翕相老一下翕相哪會有真差？就冇個冇恐龍，冇恐龍就錯嘅。我哋會就準備我哋網絡上尋到嘅圖啦，哈。你看一下，你睇迄頭擺嘅翕相咧，你看下1950到1970，有冇恐龍？有冇恐龍啊？你看頭擺人都企七，超。啊，當然有拍迄加迄時代冇按到彩色嘅技術嘛，哈。你看大家都企七咧，頭擺啊。其實如前人讓有辦法翕相，我暗用。你像阿婆可能，頭擺結婚的時節都冇翕相，冇翕相，罕得翕相。頭擺1960年嘅時節啦，當如前人讓做嚟，就係有錢人做嚟，伊可能都還要去照相館去翕，係啊。咁你想頭擺喺底片咧，讓喺數位嘅底片嘛，哈，底片翕一種多一錢。失敗也沒有錢，成功的當然出都得賺錢嘛。所以就是，假使你係攝影師，你想要上錢，你係咪很去切他唔會翕快嘛？還如講頭擺人唔像厲害的人，本人拿着 iPhone 手機拿翕相，自家翕，佢當習慣看鏡頭。頭擺人當拍攝啊，唔敢本人翕，所以佢咩唔點樣用擺 pose。哦，你就企出啦，嚇夾。先生奇怪就按用企下，就看到就差唔多。而且韓國嘅人企出咧，他唔會翕失敗。所以我想頭擺人當到我看到都係呢種姿勢係原因咧。開始佢大家去了要賺錢嘛，就開始會去宣傳講，
本後生人，伊只觀念講，做地個提前翕婚紗照。哦，其實你看，你下你看哦，當到嘅外國人，佢哋都含係佢哋係結婚間日翕嘅，跟住上個頭擺人翕相，佢一生日出一百天，係啊，該技術結婚間日，讓他請攝影師攏去翕。台灣人當有生意頭腦，係，佢當佢做生意，佢就鼓勵後生人講，你先翕當張嘅婚紗照，你結婚間日啊，用出來本來賓看，會當有面子，就漸漸的很多傳到國外去，甚至像中國大陸啊，像有華人的地區，好，所以很多地方開始沒接受這種觀念。而家嚟講，我請教一下，因為以前啊，外公外婆咧翕相嘅時候，佢都兩三年就起出啦。一下就係現代人翕相啊，然後以前人翕相啊，有那邊有政策按樣嘅。按樣講吼，台灣人啊，較保守。厲害人係展現自我，他比較想要強調自己的個性。愛問啊，無最活潑、調皮搗蛋的陳冠，嘿，你自己來，如果你想要自己翕婚紗的時間，你想要翕樣版的？想要親密翕。親愛翕，你無親愛翕，咩做唔得啦？你跟順你啊，好。嘿，唔過你自己有想你要翕乜個主題的無？主題哦，無乜個想法，不過係想要翕老偏人無強壯嘅。偏人無強壯啊？係啊。哦。一般人都啲山檔翕啊，無都啲校園翕啊，教堂都太一般了。係想要翕個無強壯嘅。無強壯嘅啊？搞空跳傘好冇？冇啊！心臟病發。所以講當道，你遐翕相當道就其實按人拍啥無強壯，不過按人拍啥無強壯，喺時節出我哋會想攏去討論，想講陳冠你乜個無強壯咧，人拍啥無強壯？例如講，你人家女朋友頭擺去講，那邊第一次約會的地方，那邊好。讓他講特別約會，他們唔記得。喜歡去哪裡？好，有人家婚紗照翕出來，出農拍啥冇強壯，拍啥可能去海邊嘛。你去嘅地方可能係某個地方，冇強壯嘅，去喝咖啡，那間咖啡廳出當有特色。好，而且翕出來的相片，自己看到咩當有感覺。人會該係翕你自己的故事。錯，即係翕自己的故事按樣。好，所以講頭擺嘅出攝影師講乜嘅，佢去做乜嘅出，其實七本翕。啊，厲害無強壯，當到喺出嚟像人客佢討論啊，討論，我出想開菜單，我想要拍什麼樣感覺的東西。先生有去過較特別的地方？係團年翕相冇？我攏講哦，我有一擺啊，我一隻朋友當好客山，其實攏係講佢咩上攏陳冠強壯，佢攏客山攏強壯嘅，其實攏係講啊，你看呢張相片，我喺睇到合歡山嘅山檔北峰嗰邊去，佢攏係講個嗰邊有條千年圓柏，我睇到千年圓柏，我想不得了。你條樹嘅挑戰呀，當很有來頭。佢講佢真想冇看過拍啥啲嗰邊翕過婚紗，我就想阿陽興啊一定要挑戰。好，山檔咩冇辦法玩山，按照一般爬山佢都會穿登山的服裝嘛。山檔冇辦法玩啊，佢出迫不得已啲山下出成彎後，然後造型師攏去化妝化好之後，然後客山當然肯定客山當重咧，佢用辦法了，佢拿一隻繩子按綁着，像懷孕咁樣啊，按頭頂，然後腳讓你辦法客山啊，人為了全擺當重。好，我當時帶嘅東西啊，當多，
你喺我平常帶出門的翕婚紗的東西，唔過喺去山的時節啦，有啲東西啊，我出去想講，我這山做得開起來，嘿，做得拿幾多東西，我有隻住所，唔過我就咩兩三天天啊，好，啊，我冇可能喺人客攞我天拿相機，我出腳架裡的，好帶你最最精簡必要的東西上去，唔過該次啊，我帶兩台相機，錯，還個兩隻鏡頭，好，人為做嘛兩台相機，你想？天啊！現在我知道可能會捕捉特陣無強嘅角度，故說會兩隻相機卡啦。唔係，來陳冠，你想天嘛？威模特唔係，唔係，哦，來，你想？將相機快睇。嘿，冇錯。人為我哋係容易輸錢嘅，哦，唔係唔講天，我哋天時沒帶動頭。好，我哋天時，你看一台相機，我帶幾下隻天時沒拉啊，好，我哋講嚟出，好不容易我哋開到山檔，我喺相機圖東西快你有用吧？難道你要爬到個開下去，然後再上來嗎？開上來，啊，你上到會忝死，所以藝術要再帶一台相機。U B 就錯嘅。嘿，攝影師啊，上下會去到20台啊，按照山一條當年。你像啊，到山檔係乜啊？當年咧相反係乜啊？動人啊，上下唔得條鬧啊，我動人，我室溫我動不舒服，所以我都很習慣會戴個帽子。好，人會講我哋看起來當文青啊，拿啲相機按翕當帥啊，其實我哋當到。常常被當重的東西，去到無強壯的地方翕相，好，上下會動捏，上下會動人，好，你自己的身體喺冇顧好，你就冇辦法出去做攝。好，所以講，不管係唔係做攝影師啊，很多的身體都係自己的最重要的資產，所以大家都要照顧好自己的身體，知道嗎？知道。那個。要少吃一點，要多吃一點，這個身材維持得很好，很適合做攝影師啊！要不要考慮應徵我的助手？好不好？好啦，好，而且很有型啊！唔會啊，我哋會用到動作線條，或者是你的引導線，好，像你講用到線條。先生，剛才你講啊，就喺翕相嘅時節做一隻攝影師，開很多東西去上單，我想去請教先生，就係先生係那一隻演員啊，就係從工廠師啊，又來做呢攝影師咁樣嘅。哦，就係故事，呢隻故事當從啊，我講本就談。好，其實我頭擺啊，從細我都懂愛畫圖，好，我看，你喺我頭擺畫，你係畫自家畫嘅圖，好，我從細都懂愛畫圖，好，我喺去攝影學會，喺讓我自家同事共下去學，去學講按樣買翕相，改良時我要買我自家人生嘅相機，好，頭擺喺處那種傻瓜啦，用底片嘅，唔過改良時喺凊彩翕，好，因為我學嘅都市相關嘅，我特別去做田野調查，我就翕，唔過改良時就凊彩翕，有乜解就翕乜解，冇乜解美學想法啲，攝影嘅觀念上咧，係乜解光圈、快門，然後 ISO 呢啲東西，好，你喺翕相最重要嘅東西，好，咁慢慢地翕，我就知道，我對呢越來越有興趣就做咧，咩當有成就感，我拿定相機，會讓自己想要走出去，喺大自然走走去行了，個心情會動好。因為我就主科上班，壓力沒動太，去到戶外走走，其實對自己心情沒動好。先生，我想去請教一下，像你喺用班人投入呢個行業，因為家你有講啊，做嘅攝影啊，我可以開很多嘅假拉貨去山檔啊。
啊，迄再有有嘛个想法啦，就是对欣赏，即用来转行过来做那摄影师啊，嘿。也有看过欣赏的相片，得过奖的。哦，你有注意到啊？其实个我最早得到的一种奖啊，迄个国家地理杂志伫台湾办的一场比赛，摄影比赛。好，不过该件事情对我让向动态，用蛮讲的嘛。用。我哋参加摄影学会。都期末的时间，就像你下做先生学生诶，期末要有期末考试，嘛就空中要有期末比赛，好，先生会出还唔讲，你呢段期间翕嘅相片拿出来，大家来同学来比赛，好，嗰两时我中间学嘅时间，我出入去过柬埔寨，吴哥窟，好，我出上如种相片我翕到我吃到动不错，动奖，我就想来出来，去比赛，嗰面呢，我就出比赛的结果啊，我嗰种相片啊，冇得到老师的欣赏，我就阮欣赏做嘛会冇错到，其实拢爱讲我的问题点来，不过我知道我翕呢张相片啊，唔係只有技术，着重在技术，我係知道那張相片氣氛濃厚。请问啊，你讲你头摆喺读建筑相关的科系啊，我想对你遐拍照摄影有冇该让用？做摄影师日后啊，该让向啊，你看啊，我本看几张图，你就都係用到动到线条地步，好，人民我就翕相，尤其像是我就去一些欧洲的国外的一些，都是要拍。翕解到无强装素材，提防的建筑物，介条东西翕出来你看，你迄一件介餐厅，唔过你喺伫高雄啦餐厅比较翕的，我就要用到动作线条或者是一条引导线，好，像你讲用到线条，譬如就是水平面。拍的一个导引，好，它有一个对称的感觉，好，呢张相片，我当时翕嘅时间啦，我翕到嘅水比波度翕，我裤管卷很高，然后翕嘅时间爬很低，好，师傅都识得的，好，不过翕出来成果是较当欢喜。还有呢张，你知道咩嘛？卢浮宫。嘿。介出董如明的嘅罗浮宫，好，介为巴黎，哈，你係我实际翕出来的啊，唔係講係合成的啊，我當時翕嘅時間，我利用它的水面去做反射，你看，董像一隻鑽石，就是黑夜中的一顆鑽石，好，我翕咗張相片嘅時陣，咪想講，除非你男朋友。送给新娘的那颗最大颗9990万克拉的大钻石。好，同学你看哦，呢张相片啊，你就看到就嘛个无强壮的嘛。伊迄相的个角度光线无强壮，干嘛喺对动光翕的个光线出来？该陈冠，你知道嘞？轻奖多。然后前几张天龙庆奖，你翕得出来吗？翕唔出来啊，当然翕唔出来。该同学，你知道嘞？就一般的相片都会白天翕的，那种当中会暗布条。我上下我条翕相啊，我会暗布条翕。好，不过呢张相片虽然係暗布條，不過該兩時翕嘅時間啊，
今日天氣無同好，該差唔多傍晚嘅時間落水。好，呢張相片係翕嘅時間啦，差唔多6-7點，不對，差唔多係暗床嘅時間。睡覺。係睡覺嘅時間，嗰種是我哋翕嘅時間。日石頭，唔係啊，用日石頭，唔會看到，你會看到，會唔會有一棟一間屋伫個翕，動看起來畫面動亂啦。好，唔過我嗰種時出先帶我客人去拍啲地方翕好之後，我想講啊，我知道呢隻地方，唔看那個樹誒。你看那椰子樹啊，用起咯，我會想到個東南亞個熱帶海邊，哦，嗰種想法。唔過我日時睇到時間，我想啊，呢間屋點解唔好看？唔過我有隻想法講，我係容易翕出來。好。想請問哦，按樣辦哦，翕細妹朋友翕咩較好看呢？今日喺西蘭外面上我翕個較緣投啊。係啊，你都問先生要埋翕啊？好啊。我都講哈，嚟呢張相片。好。你係翕個結婚當天的形容，好。細妹啊，你知道細妹哪位講？線條。線條。嗯。你最喜歡你女朋友那位？都喜歡。都喜歡啊！好，我都講哈，當到一般我翕嘅花啦，我會觀察你隻細妹嘅五官會動清楚嘛。唔過觀察一點啊，全身觀察的點，看有幾個地方，目珠，跳南毛，耳垂，好，脖子，鋼筋，哈，當然嘴唇，好這些，好，還有肩膀。唐哥，你常講相間嘛？飯匙相間肩膀。豬排。嘿，是跳唔到啊！是搖的嘛？拍你看啊，上下一位新娘的背，好，還有講腰線，幾條線條。嘿，線條。你說細妹有冇動注重是個腿嘛？超嘛，腿沒動衝的，好，數字，好數，好。所以動到地方，你都做得去觀察細妹嚟講，你就那條地方那邊特別的動靜，冇空中容易你看有的人呢，背後動到青春痘，好，某聽人女朋友，就背後看起來動靜，好，所以講你可以觀察細微的部分。當然，幾種人對你來講唔懂，就會人。真命天女啊，咩喺動靜冇錯啊，好。唔過我哋做攝影師，會懂不同的切入點去觀察。cái細奶呢，係做細奶較簡單，細奶懂。係問哦，你有看過007電影？有。我想大家細奶啊，都想如你做得編007，可以聽懂關係。好，人物要嘛懂人道，又穿西裝。旁邊就如龐德女郎，好，所以就講你去觀察電影裡面怎樣去營造一隻細路，好，沒細路，該細奶，好，細奶給他帥氣的一面，上下就會很孤單的看着遠方，我出上下會懂有自信的看電鏡頭，好，唔過我哋翕嘅時間嘅光線，看啲光線入邊，我都會特別注意男生的話。該光影啊，會用較重的位，陽剛一點。好，韓國嘅男生我看也較 man 的位，好，男人味較重的位。好，也腳骨就唔會像女性咁樣顯。看起來它纖細，男生就是很 man，張開啊，或者是隨意的站，做他自己就很容易拍出很帥很 man 的照片。好，列出。細奶同細妹冇強種嘅地方，性徵線條，然後翕出來冇可能。細妹可能較柔和，啊細奶可能就會較陽剛愛美。跟細妹上下都看見身形樣板優雅，經過扭，身體扭了之後，它的線條就出來。
好，该你翕的时间就提醒人家女朋友。哎，哎，好，该扭一下屁股，扭一下啊，脚骨按收一下，看起来这个整个地方啊，脚骨会特别长。哦，哎，佢看到你去按奖啊，佢點樣動翻去？可能会尬不。哦，真緊。好，誒，人哋根本出上課上到呢位咯，嚇，喺架轉去做啲拿切開相機，嚇，出去攞杯行，翕相，啊，希望根本講嘅東西對大家有幫助，嚇，歡迎大家再收看我們的下一集哦，再見。